楊女士嘅生命軌跡早已經喺過去嘅時光中悄悄埋下咗痛苦嘅伏筆。佢於1973年出生於江蘇一個普通家庭，1998年嫁俾一位香港男子，2年後誕下一子。嗰段婚姻冇維持太耐，2005年畫下句號，孩子由前夫撫養。楊女士一個人嚟到香港，開始一段孤身嘅生活。呢段生活既靜默又空虛。後來佢認識咗一位內地男子，同佢再婚。男子來港後，好快便音訊全無。楊女士甚至唔知自己係咪同佢已經正式離婚。呢段婚姻好似霧氣一樣飄散，佢唔再提，亦都冇人過問。呢啲破碎嘅經歷，加上童年嘅時候父親施加嘅性虐待，令到佢嘅內在逐漸崩潰，好似一道牆喺無聲無息間裂開。2006年，佢喺深圳一家酒吧裏偶然聽到一位鋼琴手嘅演奏，當時佢情緒低落，對未來感到茫然無助。鋼琴嘅旋律卻令佢一時失神。演奏者係周輝，32歲，音樂學院畢業，鋼琴老師，亦都喺夜場兼職。嗰晚佢嘅笑容溫和，彷彿為佢撐起一角臨時嘅屋檐。兩人迅速相戀。對於楊女士而言，呢個係一次遲嚟嘅救贖。然而呢場戀愛背後係另有隱情。其實周輝係已婚嘅，直到佢懷孕之後，先至知道自己係小三。2008年，楊女士挺住身孕揾上門，結果被周輝嘅太太用掃把趕走。佢默默回港，情緒低落，後來患上產後抑鬱症。嗰次係佢第一次走進我嘅診症室，佢着住一套奶白色運動衫，抱住10個月大嘅女。嗰個細蚊仔就好似個小火球咁活潑，雙腿不停蹬動，聲音清脆響亮。佢卻異常安靜，眼裏邊有種若有若無嘅游離。我同佢講啦，你個女咁活潑，似乎唔太似你。佢微微笑咗下，佢嘅笑容似冇上色嘅炭筆畫。佢比較似佢爸爸吧，不僅樣好似，連脾氣都似。佢講完呢一句，眼神就飄遠咗。我注意到佢嘅手微微顫抖，坐姿亦都略微前傾，好似係隨時會掉落嚟嘅樹枝。我問楊女士：你最近嘅情緒點樣啊？佢沉默片刻，低聲話：我覺得好攰，總係提唔起精神，好多時候乜都唔想做。經過幾次評估同埋觀察，我診斷佢患有產後抑鬱症 （postnatal depression，PND）。但係我知道呢個唔單止係產後荷爾蒙變化嘅結果。有一次呢，佢突然係語氣急促咁講：話俾你聽，醫生，我童年俾父親多次亂倫，我父親將我留喺屋企，同學校請咗假，就喺屋企對我施暴。呢一樣嘢，媽媽亦都知道。佢竟然好似合謀咁對我話：怕乜？佢係你老豆，你不妨安慰下佢。佢嘅語氣唔係憤怒，而係一種麻木。佢嘗試逃離，但係冇成功。呢啲經歷深深影響佢後來嘅婚姻、佢嘅自尊、佢嘅親職。佢成日出現解離症狀，感到周圍世界虛浮不真，甚至話：醫生，我冇安全感，我落咗車唔識返屋企。佢唔單止患有抑鬱症，亦都符合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 （complex PTSD） 嘅特徵。呢個係一種長期累積嘅心理創傷，喺佢身上留低好多難以察覺卻深刻嘅痕跡。有一次佢望住診症室外嘅走廊，問我：醫生，點解我會變成咁？